照顧者嘅路就好似一段漫長嘅旅程，為咗關顧護老者嘅精神健康，復康怡樂天地推行心情畫語計劃，以彩虹書法作為介入，透過藝術創作，讓護老者學習從正面嘅角度欣賞自己。第一階段，中心舉辦心情畫語工作坊，除咗學習彩虹書法，仲有護老者心聲分享同埋交流時段。最深刻嘅係參加者喺寫彩虹書法嘅時候，大部分人都話自己做唔到，覺得好難，甚至懷疑自己。最後佢哋卻能夠成功咁樣完成作品，佢哋都感到好滿足。喺分享解說嘅時段，我哋就藉住佢哋喺活動嘅經歷，去比喻佢哋喺照顧路上嘅困難艱辛。只要佢哋願意嘗試，願意行出一步，或者揾人幫手等等，佢哋都可以一一克服面前嘅難關。另外，我哋將懷舊金曲連繫彩虹書法所寫嘅字，引導佢哋分享喺照顧路上嘅心聲，一班同路人互相彼此勉勵同扶持。我哋一齊聽下其中一啲歌，請留意歌詞。在你身邊，路雖遠未疲倦，伴你問行一段接一段。默默的分享，默默的欣賞，路上一切美麗放。人生總會碰着悲哀苦惱，為何流淚看？笑下就算，無用太憂心，笑下就算。無需天天多掛牽，雲會散去月重現，漫天風霜中轉暖，地球日日轉。透過懷舊金曲嘅歌詞，好快引起大家嘅共鳴，護老者之間都多咗話題。第一階段第二部分係社區深化階段，中心舉行心情畫語齊展現企攤位遊戲日。由中心走出社區舉辦展覽，當日有攤位遊戲、愛自己活動，並進行我最喜愛作品投選，同埋有護老者分享環節。兩位照顧年邁母親嘅女兒勇敢企出嚟，分享護老者嘅甜酸苦辣。佢哋嘅真摯經歷提醒咗大家，照顧者嘅路上並不孤單，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揾人幫手。計劃嘅第二階段就係心情畫語展覽，向公眾展示護老者嘅心聲，作品放喺中心裏面、門外同埋中心春茗活動做展示，並推展到港鐵站嘅社區畫廊展出，提升大眾關注護老者嘅精神健康，一齊為護老者打氣。感謝參與計劃嘅護老者同埋長者，期望護老者明白，除咗照顧屋企人之外，照顧自己都係好重要㗎。護老者一直係默默付出嘅無名英雄，佢哋都值得被看見、被肯定同埋被關注。